右上角台南孔庙，右下角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左边的是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。在故乡的老家，在伯父的罗房墙壁做一幕。傍晚那些比较晚一点，可能照起来效果比较好。右上角是忠孝节义，中华民国101年，国历是6月8号了吧？礼拜四晚上啊。7点多了嘛，你看7点多还没有很暗呢。早上很早就天亮啊，晚上就还没有暗呢。大台南市盐水区南港里198之1号。